今日嚟到天后站，帶大家參觀我身後邊嘅圍風駿匯。而家參觀呢個單位係位於天后站嘅圍風駿匯。呢個單位係一個開放式單位，實用面積200尺。一入到嚟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呢邊有一隻對流窗，行出嚟露台，望到天，都算光猛。而呢邊可以擺放床或者衣櫃。再過嚟門口另一邊就係洗手間。入嚟呢邊洗手間，企缸，size 都唔細。